好来，乡亲啊，天气的状况，因为这个冷空气加上辐射冷却的效应，透早6:19，基隆7度只有8度，桃园大溪8度1，苗栗的公馆8度9。这个气象局一度针对着9个县市来发布着低温的特报。随着这个出日头嘛，温回转来了。不过阴暗到明仔载透早，台南以北沿海空旷地区也是有机会落降到10度，到礼拜日就会较温暖了。风吹来有凉凉，不过因为出日头嘛，感觉较温暖。透早都唔是安尼，因为辐射冷却效应影响，全台透早上低温出现伫基隆干那8度，包括桃园、苗栗、台北部分地区拢比9度搁较低。日时有较回，不过到暗时拜六透早，搁会开始出现低温。尤其在台南以北空旷或者是靠近山区的地方，仍然有机会出现10度左右的低温。这波冷空气已经是冷气团的顶级，气象局无排除搁发布低温特报。礼拜气温略较回，北台湾低温自12回到14到17度，不过东北风嘛有可能予风头面搁落雨。迎风面的北部、东半部地区下雨的几率会增加，容易有局部的短暂雨出现。那也因为下雨加上也有东北风到偏东风的影响呢，所以呢，在北台湾跟东部来讲的话，气温整体来说都还是比较偏凉的哦。要真正等到温度较回，要到后礼拜4，到时阵水汽减少，就会较有明显的感觉。所以这几天要是会记得穿好烧。